台北高角发生有受刑人炸违规的物件，也就是智慧型手机入去舍房。初步的清查发现，讲有7位受刑人牵涉这个案件。伫舍房内底有超了8支手机啊，目前已经成立调查小组，扩大追查手机的来源，甲伊是安怎炸入去的。业务科有接获到线报，那在近日的夜间有松人在舍房内使用手机的一个情形，区隔相干涉案的松人，那并进行突击检查。那我们一共在街务区那边有查获8支的手机，初步的了解是透过邮寄包裹的方式加长流入。台北高角伫7、10甲12拢有检查，拢发现讲有违规这个炸智慧型的手机啊。入去目前初步的追查怀疑讲，可能是将这个手机啊揽伫这个包裹内底，手法有可能是将这个包裹内面有真日本较厚的切割，将这个纸甲挖空了呢，将这个手机啊藏伫内底。目前会针对包裹的这个检查进一步的加强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